牆度，哇！爭啲前就哇，翻咗嚟，哇！我爬山，哇！我爬山，哇！喂，哇，好叻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呢個對戰系列啊，今次咧我就要玩呢個黑衰極嘅陀螺對龍宮黑武嘅陀螺啊，係啦，因為咧早前呢一隻 BX49就推出咗啦，未睇過可以點翻右上方睇翻啊，就呢隻 BX49就早排就出咗啦，所以咧我就諗住拍翻一個對戰系列啦，就龍宮對黑衰極啊，因為大家有睇過動畫嘅都知道，龍宮咧係極度痴迷黑衰極嘅，所以咧。 我而家就嚟拍呢個對戰，同埋佢動畫有一集咧，就係佢攞晒全部嘅陀螺嚟對戰嘅。我而家就照版轉換喺呢度試打鋪，咁我就打4分啦，一陀螺4分。不過最尾係計積分嘅，因為佢有5隻陀螺而家。係啦，就首先介紹下黑衰極嘅5隻陀螺先啦。就第一隻就係 BX01蒼龍神劍啊！呢隻相信大家都對佢唔陌生噶啦，呢隻嘢其實都唔差嘅，其實我想講。跟住咧，第二隻就係蒼龍利刃啊，搭配 R 底嘅啦。跟住第三隻大家最愛嘅眾生平等神器，呢隻係蒼龍破壞劍啊！呢隻都唔使我多講噶啦，成身除咗軸心之外都係有用嘅。跟住去到 CX01啊，呢隻就係、蒼龍勇者啊，我覺得佢個刀刃係好用嘅，跟住同埋佢嘅輪盤，我好中意用佢嘅輪盤，係啦。跟住最新嘅 BX49蒼龍突擊就似利刃嘅進化啦，呢一隻係 BX 嘅擴充系統嚟嘅。而龍宮黑武嘅第一隻陀螺就係呢一隻古藍魔龍啊，係啦，就因為我冇原色啊，所以攞住透龍嚟頂住先。第二隻就係古藍青龍啊。第一隻左回轉陀螺啊，喺動畫度，跟住咧就係衝擊魔龍，即係俗稱嘅蛟龍啦，因為佢有橡膠刀啊，所以叫蛟龍。係啦，而第4隻咧龍宮其實係得4隻陀螺嘅啫，不過佢咧係有裝過神護魔龍嘅件喺自己嘅身度嘅，所以咧都計啦，唔係抽唔夠數啊，大佬。係啦，就係衝擊魔龍平衡模式 Balance Tiger， 跟住就係。最尾第5隻左蛟龍，我哋嘅隕石青龍啊，第2隻左回轉陀螺喺動畫啊，我唔明點解而家左回轉陀螺少得咁緊要，而家目前動畫得個2隻啫，仲有2隻都係龍宮手度，可唔可以俾啲黑衰一族之類啊？我想玩左回轉啊，大佬。係啦，就係呢10隻陀螺啦，咁我咧就會進行1陀螺4分制，最尾計積分嘅。係啦，邊個攞得最多積分嘅就係贏嗰個啦，唔使講啦。係啦，唔知實際對戰係點樣？如果大家中意呢場對戰或者中意條片嘅話，就記得幫條片咁樣 like 住，定 share 埋出去，咁嘅話就會有更加多呢類對戰嘅影片噶。好啊，而家馬上可以對戰。第一鋪就係我哋嘅蒼龍突擊對隕石青龍。第一場 3、2、1 go shit！ 哦！3、2、1，翻唔到嚟。2-0。第二場3、2、1 shit！ 哦，一下，哇，好慢啊呢個！哎，哇，跳下翻嚟，踢一踢腳真係突擊。哎，哇，玩翻吸收啦，睇下吸唔吸到咧。好，係左蛟龍嘅3-0。第三場3、2、1 shit！ Extreme Dance！ 哦，極限勝利，直接一下極限勝利咗，好靜啊，6-0啊，炒起咗。跟住我哋有蒼龍勇者對衝擊魔龍平衡模式，3、2、1 go shit！ Extreme Dance！ 哦，衝得好快，哇！一下硬人哋喎，咁長度，哇！極限勝利啊！3-0。第二場3、2、1 go shit！ 哇，贏咗人哋一下，再嚟多下，哇，爭啲又極限，哇，持久頂唔頂到啊？哇，又輸，係咪啊？4-0。今次重手少少啦，蒼龍破壞劍對衝擊魔龍攻擊模式。第一場3、2、1 go shit！
靠呢隻攞翻啲分啦！眾生平等神嚟，哇！一齊跑，好型！好輸少分1-0。第二場 3, 2, 1。哦，衝擊魔龍嘅 Infinity Dash 好靚。哇！贏咗下，哎呀冇啦，輸少分啦，再輸少分2-0。第三場3, 2, 1。哇！一下，哎呀，爭啲節奏，哇！翻咗嚟，哇！爭啲節奏，哇！翻咗嚟，哇！又炒起，係咪呀？喂，真係冇做搞喎點？哇！真係黐線㗎，點解係咁炒起嘅？死你啦！希望呢隻好啲啦，蒼龍利日對古藍青龍第一場3, 2, 1， go！ 好，爬山，哇！爬山，哇！又一出2-0。第二場3, 2, 1， go！ 喂，動畫唔係咁演嘅喎。Extreme Dash！ Dragonic Break！ 喂！喂，真係喎！喂，唔係喎！喂，唔得喎！唔俾啦！最後啊 ，BX01 蒼龍神劍對古藍魔龍，希望挽回翻啲蒼龍嘅面子啦！第一場3, 2, 1， go！ Ultimate Infinity Extreme Dash！ 哇，好叻！夠鐘啊！2-0。第二場3, 2, 1， go！ 哇慘！哎呀，自走添。2-2。第三場3, 2, 1。會，避咗。哇！賺咗腳。哦，可以，3-0。3, 2, 1， go！ 喂！哇！呢個超靚擊爆勝利，透龍3-2。第四場3, 2, 1， 3-2啊，講錯。哇！頂住！哇！大家時間亦差唔多啫喎。哇！呢個真係要睇，係左呢隻係透龍3-3，終於有翻少少動畫嘅感覺。第五場3, 2, 1， go！ 哇！贏咗腳，但係冇事。冇力啦，大家都唔係好夠力啦，但係透龍好似好多力喎。揀佢一腳，揀到佢腳，係啦，鬥持久，哎呀！爭少輸晒喎，蒼龍隊咩事啊？4-3啊！蒼龍神劍係最接近勝利㗎啦。我哋隊就玩到呢度啊，唔知大家覺得啱先嗰場對戰點啦？哇，黐線㗎！啱先嗰場對戰基本上，哇，俾龍宮嗰啲陀炒起晒喎，好似真係輸晒喎，蒼龍隊嗰邊。不過好在蒼龍神劍係頂得順嘅，不過同埋無限盤運氣成分好高，同埋佢出界位多啊，所以我覺得，唉。但係動畫係嗰個盤，如果佢動畫係普通盤，我攞翻普通盤啦，咁勝率就唔會咁核突啦，係咪先？係啦，不過我真係冇諗過咁核突嘅，炒起咗幾多隻？3隻喎，好似都坐底都係3隻，黐線！好有冇咁勁啊？平時都唔見佢哋咁勁嘅。不過蒼龍神劍係勁嘅，我覺得。啱先 out 到4-3，所以我覺得呢隻係可以嘅。其實 BX01 先係最勁。係啦，唔晒個點啦，我哋今日呢個先係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問題留言啦，記得訂閱撳埋鐘仔，喺出片嘅時候準時打下先。我哋下次見，拜。